喺嵩山之下咧，有豐富嘅儒釋道建築遺址，形成三教薈萃嘅獨特風景。喺中國名山之中咧，絕對係獨一無二嘅。2010年8月，嵩山登峰有8處11項嘅歷史建築群，就以天地之中嘅名義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。由今集開始，跟住我敖嘉年由嵩山做起點，帶你逐鹿中原，尋找天地之中。中國書法要講章法，講行氣，字與字之間咧要有留白，咁先至顯得疏密有度嘅。我覺得呢一種留白咧，真係中國人待人處事之道嚟嘅。咁正如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啦，要留有餘地，尊重別人嘅生活空間，咁樣先至可以和諧共處嘅。唔怪之得練書法咧係可以修心養性啦。原來一筆一畫咧都蘊含住貴和尚中嘅大智慧。